平安，今天9月10日，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上帝。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读经，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祝福着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为我挪开，我要大声宣告耶稣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透过敬拜，透过尼西米所做的，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将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面前，愿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9月10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6章第1节到第14节。尼希米记第6章第1节到第1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森巴拉、多比亚、基散和其他仇敌听说我们已经修完城墙，连一个缺口也不剩。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进口处安置城门，
申巴拉和基散给我一封公文，建议我在婀娜平原的一个村庄跟他们会面。这是他们的计谋，想要害我。我派人告诉他们，我正在进行很重要的工作，不能到那里去。我不愿意因去看你们而使工作停顿。他们4次给我同样的公文，每一次我都以同样的话回答他们。后来申巴拉派他的仆人带给我第5封公文，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信上说，基散告诉我，附近居民谣传着这样的风声，说你和犹太人想要造反，所以你们在重建城墙。他还说，你想自己做王，并且已经安排了一些先知在耶路撒冷宣告你是犹大的王，皇上一定会听到这事。因此我建议你来跟我会面，大家商量商量。我回复他，你所说的都不是事实，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他们想要恐吓我们，使工作停顿。我祈祷说，上帝啊，求你使我坚强。这时候我去见示玛雅，他是米西大别的孙子，地来雅的儿子。他因事不能够离开他的房子。他对我说，你我必须去躲藏在圣殿的圣所，锁上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他们要在夜间来杀你。我回答，我不是那种逃避的人。你以为我会藏在圣殿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不去。我把这事想了一遍，知道上帝并没有对示玛雅说话，而是多比亚和申巴拉收买了他来警告我。他们雇用他来恐吓我，使我犯罪，这样他们就能毁谤我，侮辱我。我祈祷说，我的上帝啊，求你记得多比亚和申巴拉所做的事，而惩罚他们。求你也记得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他想恐吓我的先知。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6章第1节到第14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尼希米的服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也有很多人想要陷害他。而在当中，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去感受到，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而你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尼希米，还是成为像申巴拉这样的人？当我们在看到他在建造这样城墙的时候，所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却愿意摆上，他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他所看见的是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他，上帝的恩典是如何，他要怎么样来参与在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参与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先计算自己的利益，但是能够像尼希米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因此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让我们去经历到尼希米在这当中，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要怎么样来顺服在上帝面前，带领着大家回到上帝面前。当尼希米在讲服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当他盖起来了，大家在做这样许多服事的时候，在申巴拉，在多比亚，在基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很不喜欢他所做的。为什么不喜欢？是这个人讨人厌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挡住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挡人财路，我们挡住了人家的利益，人家会对你恨得牙痒痒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讲我也很多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占了别人位置，当我们挡住了别人的利益，别人就用各种的方式去攻击你，甚至会放许多的谣言，许多莫须有的东西在你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那些流言蜚语，那些八卦，其实都是这样出来的。我们看到新闻有很多这样抹黑的东西，当我们没有辨别能力，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这3个人，后面还讲到说其他的仇敌听说这样的事情，而且建造得很棒。当然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其实我们还没有完成，其实还没有整个完成，但是传到他们耳中，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是完成了，所以他们非常的不开心。当然这里面如果他们知道还有哪些没有完成，或许他们会去搞破坏。当我们在当中看到这样许多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人趁缝插针。而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也会去经历到这样的人，但是期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而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当申巴拉他们听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用公文的方式写了一封公文，要这个省长也就是尼希米去到他们那边跟他们一起碰面。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讨论。然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尼希米一个聪明智慧，让他去辨别出来这样的事情里面有一些内幕，里面有一些状况。所以他这边就讲说这是他们的计谋，想要害我。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确实他很聪明，去看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提出来说这是他们的计谋，想要害我。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把人带出来，然后设了一个局，不管是吃饭还是什么样的局，是想要陷害他，想要污蔑他，想要让他在当中掉入在这个陷阱里面。但是感谢主，上帝给尼希米有这样辨别的能力，在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辨别的能力。当我们持续跟随上帝，我相信上帝会让我们有一些感受，有一些经验，让我们在面对一些陷害的事情的时候，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陷害，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所以这当中我们看见尼希米发现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感谢主，真的主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所以这边讲到说，当尼希米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派人去，而且上帝让他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他，所以让他去派人回去回应说，哇，我这边正在忙，我没有办法去到你们那边去。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担心害怕，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许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他在这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来到主人面前来摆上祷告。我们看到尼西米他面对很多事情，真的他都先祷告，先回到上帝面前，这也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先来到主人面前来祷告，恳求圣灵的同在，恳求上帝的带领，愿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事情发生，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在当中他派人去讲，回复他们说，我们事情在做，我没有办法有这样事情，有这样时间去回应你们那一些。在当中我们看到，可以感觉到参巴拉他们应该很生气，所以在当中一直叫不来，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边提到说他4次给他相同的公文，一直要他来，而他也同样用同样的话回应他们。其实当中我们现在也流行一句话，你不尴尬，尴尬的是他们。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当别人这样一直在催促你，一直在跟你讲，一直在邀请你，一直叫你来，你会到不好意思，你就会想说要给他们面子还是怎么样，就还是要去。而在当中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这里面，究竟你听到什么声音，你知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在当中上帝要你怎么做。所以在这里面需要让我们去看见的是，当人的作为跟上帝的作为，你是要跟随哪一个。所以当中我们可以从尼西米的身上来多一点的思想。当然我们看到说他们叫了4次他都不去，后来这边又来一次，送了一次信来给尼西米，这边还特别说这是没有封口的。所以相较之下，就是前面那几次都是有封口，不让人家知道，然而这一次没有封口的用意，是不是让别人可以有机会去看到这一封信写了什么？所以送信的这些仆人，或许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一连送了4次，第5次还要去送信给他，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或许这也是一种群众压力，让这些仆人或许他们看到内容，然后他们会去讲说，参巴拉他们叫了5次，但是尼西米他都不去。而在当中也可能让这封信也可以让某些人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了参巴拉他们用了很多的手段。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人用尽了各种的手段来做许多的操作？当我们在教会，当我们在一些组织，当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域里面，是不是也如此？有很多人一直在用了许多的手段在操弄，而在当中，当这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势必要跟随。若这不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要小心。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说，或许这些信上他也都没有看，而在这当中他也特别写出来说，信上写什么？他说，基善告诉我，附近居民谣传着这样的风声。所以参巴拉他们就又引用了别人的话，在想要说，哇，大家都在谣传传什么？说你看犹太人要造反了，你们盖的圣殿就是盖的耶路撒冷城就是要造反，你们重建城墙，你们就是要在这当中自立为王。所以用这样的话来刺激他。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很容易这样被激动、被激怒，我们称为激将法，或者在这当中用这样激将的方式把你激出来啊！你们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吗？或许你会觉得这些都是莫须有，怎么可能？怎么会有人？所以你很急着要澄清。我们这时候，我们这世代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急着要澄清。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很容易这样被激起来？我想在我们这世代里面，很多人是如此。我遇到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他很容易去抹黑别人，然而他被抹黑的时候，他又用很多时间、很多心力要去澄清。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是不是一直陷入在这样循环当中？所以他提到说，你们重建城墙，你们就是要做王。我听到了风声了。哇，这样的风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听到一些风声，我们要赶快去灭掉，我们要赶快去清除。但是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在这些谣言当中，你又去对他回应等等的，在这循环里面，
其实又造成了更多的谣言。所以当那些传谣言的人，你要去停止这样谣言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又停不了，因为当你又回应了，他就会用另外的方式，然后你看他这怎么样。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要赶快把它停止下来，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把它停掉，因为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并不是我们不想停，而是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是想要就是想要有更多的陷害在当中，兴风作浪在这里面。因此我们看到这有许多的事情持续的在发生。在这里面也继续讲到说，当他提到他们想要做王，这边提到说也已经安排了一些先知在耶路撒冷宣告你是犹大王了。哇，这样做法或许也让我们想到，有一点像押沙龙，有一些像其他人，他们当要做王的时候也做了许多的预备，让大家能够里应外合的。所以他讲到说，你已经安排一些先知在耶路撒冷宣告你是犹大王，所以他也用一些方式说你用你们犹太人的方式，你就是要这样来做王了。当然他又继续讲到说，这样的谣言一定传到皇上的耳朵，所以我建议你来跟我会面，我们商量一下。因此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就很急，哇，我又没有做这样的事，我又没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已经传到皇帝的耳朵，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也都陷入在这样的陷阱当中，都很害怕有很多的谣言，都很害怕怎么样。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你的生命，其实我们看到进到尼西米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进到什么样的情况。然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很有智慧的，他就这样回应他们而已。他回复他，可能写信给他，可能叫他这些仆人们把讯息带回去，回复他说，你所说的都不是事实，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说太多，我们不用说太多，所以他这样直接回应他说，他讲的都不是事实，你讲的都不是事实，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因此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澄清的，去看见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很多的方式去澄清，但他这边也很明白的讲出来，你所说的都不是事实，这是你捏造的。哇，在当中能够看透这些的其实不容易，很多人看不透，很多人就是会觉得我就是要去那当中跟你当面对质，而在这里面他就很简单的提出来，你的都是捏造的。这边也提出来说，其实尼西米他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他们要干嘛，他们要恐吓他，让他工作停顿下来。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可能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恐吓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抹黑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没有办法再前进。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当中，我们会觉得我们去到那边跟你澄清清楚，跟你讲清楚，而在这个当中，他们或许也可以变成说，哇，你看尼西米他还找我们呢，他要我们帮他造反，你看我们就是不愿意。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陷入在这当中？所以这边第9节他这边讲到说，他们想要恐吓我，使我的工作停顿下来，让我不能继续重建城墙，让我不能继续我在这边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又看到尼西米在当中让人把话带回去，他继续求上帝，他祷告上帝，上帝啊，求你使我坚强。很不容易，在这样的事情很不容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做许多事情，被太多事情来消耗掉，外面的谣言，内部的这些东西太容易都被消耗掉了。我想很多的服侍者，有很多的牧者也是如此，在服侍的过程，在牧养的过程当中，真的都被这些内耗耗掉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好传福音，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好造就，
因为当我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用了各种奇怪的语言、各种奇怪的手段，让你不得不去安抚、去处理那一些状况。因此在当中，我们也要像耶利米一样，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说：上帝，求你使我坚强。唯有上帝能够在当中让我们有内在的能力，而这样内在能力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然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依然不放过他。这时候讲到说又找了示玛雅来，这边说他去见示玛雅，他是米西大别的孙子，是地来雅的儿子。他因为不能离开他的房子，所以他去找他的时候，他跟他说：你我必须躲在圣殿的圣所里面锁起来，因为他们要来杀你，他们要在夜间来杀你。当我们事后来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一个是他真的很好意，让他把他躲起来，这样一起在圣殿当中就不会被杀。我们也看到以前有一些事件就是这样，当人躲在圣殿当中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就不会被人家出手去杀害他。但也有可能是当他们两个一起关在密室的时候，地来雅出手了。当然也有可能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人家说你看尼西米他就是害怕，他就是怎么样等等的，有很多事件在当中。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去思想，这许多的事情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很多人都在释放好意，然而他们所释放的好意真的是好意吗？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好像在释放好意，但是在当中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还是在很多的计划谋划，很多的手段里面。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历史的课程或者是历史书当中，我们很喜欢一些刚正不阿的人，而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变通，怎么在当中不会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对示玛雅的回应说：我不是那种逃避的人，你以为我会躲在圣殿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不去，不用再跟我讲这么多，我不会去做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对，所以在这当中确实对我们这些服侍者或者领导者或一个牧者，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意向在哪里，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某些事情当中动摇了，很多时候有些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害怕，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这当中在这许多动摇当中，我们可能做了一些决定，得罪了上帝。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尼西米他的回应是：我不会去，我不是那种逃避的人，我不用害怕他们，我站在这边，他们要动手就在众人面前动手，他们要搞什么就明着来。而在这里面我继续的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面对这么大的状况当中，在面对这么大的抹黑里面，在现在当中，是不是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常常很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各种压力当中我们就妥协了。然而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就很明白说我不去。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有时候看不透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慢慢的会看到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样。所以当我们真的回来反省，在祷告，在很多事情当中可能看清楚了，我也在当中感谢上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尼西米提到我把事情想了一遍，知道上帝并没有对示玛雅说话，而是多比亚和申巴拉收买他来警告我。所以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人在做很多的手段的时候，真的是铺天盖地的过来，运用各种的方式，运用各种的
的人脉来对你出手。然而在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那当下做了对的决定。所以在当中他讲到说，他想了一遍，也就是他看清楚了这个状况，知道示玛雅在做什么。第13节这边讲到说，哇，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哇，原来示玛雅就是多比亚和申巴拉所派来的，所以他们雇佣他来恐吓我，来使我犯罪，他们就能毁谤我，侮辱我，而这当中我所做的就得罪上帝，得罪了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回来看的时候，发现哇，感谢主，我没有陷入在那陷阱里面。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最后在第14节这边，他提到说，我祷告，对上帝祷告说，我的上帝啊，求你记得多比亚和申巴拉所做的事情而惩罚他们，求你也记得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他想恐吓我的先知们，这些人所做的不合你的心意。主啊，你自己知道你该怎么做，求主你出手做吧。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可能也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也将这些摆在上帝面前，求上帝亲自来出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也是让很多的服侍者或很多牧者，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在当中得着了许多的安慰。因为当我们在许多的服侍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也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去遇见这些，就像是保罗对一些人的祝福一样，愿我所经历的你们都经历，但是不要像我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当中当我们看到尼希米所经历的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期望说，这所有好的都临到我们不要有这些挑战，这些诋毁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可能也每个人应该也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在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也不用去有太多的反驳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就可能也就像尼希米一样，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记得他们做的，该惩罚他们，求你惩罚；该出手，求你出手。而在当中，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在当中也去看见许多人那做不好的作为，让我们不去听信他们的，让我们远离这一些。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也将这些都摆上，交在上帝手中，听凭主怒，让上帝亲自来出手。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太多这样的事情，有太多的人在做这样的状况，因为或许我们挡人财路，或许我们做了的事情他们不喜欢。我们看申巴拉、多比亚、基善，确实他们不喜欢尼希米所做的，但是尼希米就这样坚持下去。我们需要该怎么做，我们就要这样做。上帝要我们说的，我们就要这样说，我们该如此。在当中，我们交在上帝面前，愿上帝就祝福在我们当中。接着我们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再回来默想上帝的话语，让上帝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当中透过尼希米跟申巴拉跟多比亚跟示玛雅等等他们的对话当中，去聆听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护着我们。求主你使我们刚强，让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不害怕；让我们在面对这许多情况当中，我们依靠你；让我们学习像尼希米一样，在这许多事情当中，都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将自己摆上，不是靠着自己，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而是先将自己摆上，交在主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带领与恩典，也让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这许多事情，求主你都看见，求主你为我们出手，求主你看见那一些所做不合你心意的人，也愿主你在当中来掌权。该惩罚的，求主你惩罚；该祝福的，也愿主你祝福。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恳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被上帝的话语来提醒，也被上帝的话语来祝福。愿上帝祝福你。